根据关心台湾居住正义的学者调查发现，讲伫六都是以桃园市佮台中市民众居住的满意度分数较高，台北、新北佮有高雄哦，因为厝拢较旧，满意度是真低。 厝价悬又搁细间，互想要买厝的台湾人压力真大。有长期关心台湾居住环境的学者，针对六都做一份居住满意度的调查，发现桃园市的分数是上悬的，搁来是台中、台北、新北、台南和高雄市。研究团队认为满意度和厝龄有关系。桃园的平均购屋年份呢是落在106年，所以可见来说，这个桃园的买的房子其实相对的比较新一些的，其实一定是比早期年代的建筑物的品质来得更好的。 学者指出，这是因为台北市两林区厝价悬，受到经济负担的限制，会当选的就有限，有一好就无两好。但是若是用租厝的，就当选较新的厝，较好的地点甲环境，居住满意度颠倒较悬。相对他住的区位地点是比较好的。 OK， 相对于比买房子的人，他可能相对就比较住到远一点，买比较远的地方，所以它的区位的邻里环境，它显然高于自有的满意度。 针对这个调查，学者建议，若是要提升居住满意度，政府会当甲细厝的市场做好。另外，调查也发现，民众对旧厝满意度真低，对光线、建材品质拢有疑虑。报告也显示，现代人买厝注重的是空间大小、清洁和社区安全管理。学者建议政府爱赶紧针对旧厝规划、都市更新。 拆除重建和征收维护，来提升居住的品质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